世界万象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就在阮录影下晡，中建条例开始咧审查。那么对着邦山湖、马达安的部落要重建，开始入资源爱斟酌来分配，安怎合理适当、合情理，上好甲以早的病灶拢甲改革。 敢有可能？今仔日当事者甲学者斗阵来讨论。来，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自救会新闻联络人古拉斯。好，我好，大家马布隆是古拉斯公安诺马哥。大家好，大家安安。我是古拉斯。 那么第二位是前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主任陈良全。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原住民民族文化工作者阿福。大家好主持人好，以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好，那么第四位是咱暨南国际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王国良。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安安。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今麦最新的进度。那么在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呢，前几天办了光复乡邦山湖受灾重建的座谈会，外口的灾民来抗议，因质疑讲无通知到受灾户去参加着座谈，地区就发生冲突。花莲县议会议长日去。 就甲变道啊！那么另外受灾户讲，即马交通工具、厝内重要的电器拢无，质疑中间的内容无透明。不过今仔日立法院就进行着重建条例的党团协商，部落嘛去立法院头前来抗议。为什么不要通知？为什么不要通知？为什么不要通知？去普和今日要活动中心，花莲县议会议长丁俊将会议桌踢倒，甲国民党立委不分区冤家。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场可以被捣乱成这个样子，而且用暴力？今天大家看到什么叫暴力？从头到尾完全没有作为，他们就不敢面对这些灾民，他只会找几个人，找几个就村长代表，然后摸摸头，事情就解决了。 双方一股来一股去，场面混乱。交叉进前，另外也发生2摆冲突。上摆花莲县光复乡受灾居民自7下晡到大华活动中心，部院内底开的光复乡邦山湖受灾区重建座谈会，无通知所有受灾户，也质疑这是闭门会议，无法度代表所有人的心声。灾民控诉，知影到即马无交通工具，厝内底重要家电无到位。 无法度正常生活，有人质疑可土司中介处选址无符合部落需求，要求全部进场表达心声，说被拒绝在外口。冰箱、洗衣机都没有，以向大的先发给我们使用，这是最重要的。你们所有的高官全部坐在里面，我们可以进去吗？他也没有说让我们进来啊。所谓的灾民都完全不能去参与，连旁听都不行。 不管伊强调，会场有直播，也无摆渡任何人，针对受灾居民质疑灾后复建内容无透明。官府强调，支持中乡前进协调所阶段性任务完成了后，第一日起启动光复乡灾后复原重建中心，协助整合灾后重建阶段居民需要的补助文件，甲各项申请服务，希望互乡亲早日恢复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段吼，内面有的是。 昨日发生的代志，有的是今麦发生的代志。那么到目前为止啊，最新的这个情形到下晡晚早4点钟录影的时阵，本来为了划定这个特定区啊，这条已经在这个特别条例当中啊，甲删除啊。啊，先给大家一个概念，本地复原重建的相关的条例特别预算通过600亿，今麦是要追加250亿。 那么到当为止还阁无最新的结果。不过内面已经有足侪人有其他意见啦。咱袂当讲规盘鱼啊全头，拢恁唔通安尼，恁头人来开会就好。
那么今麦时代已经无共款吼，像这古拉斯咱少年人，你先讲看卖，恁一摆对着这个中间，你上主要的诉求是啥物？好，我们今天哈那个部落这边在这个立法院前面哈，下午2点的这个记者会，那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求好去删除这个条例里面他讲的这个划定特定区的这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88风灾、莫拉克风灾的这个经验呢，你划定特定区之后，它就直接变成跳永久屋了。你中间完全没有任何协商讨论的空间，甚至有那个就是资讯跟政府跟那个灾民这边资讯不对等。那时候很多的那个居民啊，他因为害怕说哦，那个如果你不先同意说哦我要划定，以后什么都没有，对，以后你就登记不到永久屋。所以在这种很仓促、资讯不对等的情况下，很多人就同意了说哦，那我要登记永久屋。那其实这个在现在啊，都已经过了。结果去大的所在，离本来所在足远。对，足远啊，而且还跟就是部落分散呐。好，有的部落分成2、3个不同居住的区域。那其实这对原住民的文化传统的保存来讲，我们的祭典大家要聚在一起，我们的社会组织大家也要聚在一起。对啊，那你把大家分开了要怎么做？而且你没有足够的资讯让大家有足够的了解，那会变成是我选了一个最不好的选项，可是那是被引导的过去选这个选项的。哦，所以这是上重要。对。第二个是讲，你要求后手的这个定数，恁有讲有一个构想讲，恁袂当哦，你开会连阮也无法度入去听，上无爱应该开，有的人讲恁规盘鱼转头，恁来统合这意见头人来开，恁家己构想内面安怎上适合？哦，在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要求的是多元的中继的方案。哦，其实我们看前面的这个经验，然后莫拉克的经验，其实各个部落它有各个不一样的需求跟想象啊。那最后做出来的样子，有的是永久屋，有的是中继屋啊，有的部落说哦，我就是要在原地，然后只要有一个避难屋，我避难的时候大家就集中在那个避难屋里面。那其实所以这个东西它不应该是一刀切的，然后就是一个无其他的拢无安尼。对，你应该要有这个弹性，让大家一起来讨论，那就要先有中置，那个中继的安置，那后面的事情大家过来讨论嘛，后边安怎大家嘛要看嘛，这个马太西整治个安怎，后边1年2年的情况安怎？过来做决定讲我是要搬还是无要搬，这样安尼较适当哦，嘿啊，这样才有让大家好好讨论的空间嘛，系啊，你即摆都讲要做决定，大家都会惊吓，这个都对大家来讲是足唔好的方法啦。是，我要先请教陈老师就老师你的这个观点，因为你是统合性的你认为中间内面上重要的是啥物？是医生紧落去，紧甲起的，互伊安全，其他的慢慢才来，还是讲无咯？这落医生的时阵，都要想好，老师。我想过去台湾因为中间拢有一个迷思啦就是讲爱紧。我想这听到有个人讲，我都受害所以爱紧。政府嘛讲爱紧，因为安尼伊较有叫做效率。正直，正直。但是中间应该是毋是安尼。头拄古老师你讲，到底我要安怎？要过来一步是啥拢无的时，就甲决定，这是一个大问题。这边马太安的这个说放山有一个足大问题是，伊的风险到底是安怎？即摆也无人有法度讲清楚啦。伊风险有几种的可能性，一个就是古早的风险，就是古早的落雨咱感觉伊会崩山啥。第二个是啥？就是这边的输燃料，迄个溪内底嘛电高嘛10几公尺啊，好像拢真悬呢。那敢若内底含外口这嘛规个拢无共啦，所以迄个风险规个拢无共。第三个风险是啥？是顶悬的迄个崩山会继续。
啊，佫毋但呢，花莲是足侪地动的，当时要发生要放毋知啊。啊，这个风险拢还毋知影时，要决定讲你去对，实在是有问题啦。所以，若是安尼的时，咱要安怎讲中建，咱爱好啊考虑。啊，中建的内容来讲，毋是干那硬体，咱即马上该紧就是硬体啦。哦，厝起好，特别伫迄个88风灾迄个莫拉克之后就是安尼，紧起或者永久物互恁啦。哦，好心起互恁大安尼。但是中建的内容搁较济。中间爱有生活，爱有产业，还是讲生计啦，吼。对咧。我唔敢。听讲因咧远拢无法度做啊。你敢若搬去一个所在，也无通啊过日子，啊免啊有通啊啥物头路唔知啊，吼。中间嘛爱搁较深爱去想，到底这因阿美族因的文化是啥物？啊，因本来是一个部落，啊你一个拢甲拆开，生厝互伊。安尼因嘛无法度咧吼，啊，搁较大诶，规个即个所在将来要安怎去迄落，拢也毋知影。所以应该照你讲，中建要有一个全体性的考量，安尼才有法度做一个较好的中建。所以毋是干那硬体，应该包括即个软体嘛爱想，软体都爱想。啊，硬体定着要有较济爱我想啦，公共设施啦，什物基础迄个 infra 啦，吼等等。啊，但是这物啊，即摆拢无看到，所以。有真大问题，一个就是风险唔知影，第二就是无专播。老师，我甲你头问，这地方政府敢做得来？地方政府做袂来，但地方政府有伊会当做的。啊，有部分都爱中央来帮忙，但是地方政府袂使讲我拢无代志，拢有中央啊。中央较知恁地方。伊若有钱，应该是拢伊的代志。哦，啊，伊要甲咱钱，安尼嘛袂使哩。哦，这大家拢有听到啦吼。但是医生，你也有这个中间的这个经验吼，在你来看，这个条例有啥物上需要来强调讲，这袂使，这一定要改，还是讲这来彻底执行才有效果？在这个重建条例哈，不管是丹纳斯风灾哈，或是莫拉克台风哈，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没有从过去的经验累积一些惨痛的教训哈。就是你看莫拉克的整个重建啊，这些本来是想是中基屋变成永久屋哦，或是政府啊一厢情愿的善意哦，我们最担心那种一厢情愿的善意，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或是特别是慈善团体。我给您当作人呢？是啊，就类似这种，就是说这种一厢情愿的善意，反而会造成部落最大的伤害哈。我很期待，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重建条例里面。部落的主体性要出来，好，部落的主体性，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就一些所谓的不管是地方的政治人物头人来决定，而是要部落的参与，不但是部落的参与，还有囊括一些专家学者啊，族群的可能就是要它的比例一定要到一定的比例。但是我感觉歹势，我感觉办早上好的代志就是，我有年龄组织，是，有马大赛。有这个各年龄阶级，应该弄得出来吧？是啊，就是因为阿美族基本上是那个集体的决策，就是我们会很尊重，当然我们也是接受政府的支持，因为这么大的灾害不是一个部落能够承担的那样子的一个不可承担的压力哈，所以我们也是觉得说这个各方的一些资源我们也愿意来救，但是重要就是部落决定是什么。应该是以部落为主体哈，就是因为如果你了解阿美族的话，就是部落我们有耆老会议是我们最高的那个决策单位，然后我们还有年龄组织，每一个阶层都有自主性的哈，对，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多元的看法有不同的资讯来哈，所以我觉得说，就像刚才我们陈老师所说的，就是重建工作不要太赶太急，好，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遇到这个灾害，我们就评估这个重建工作可能是1年、好几年的工作，不止哈。就是说，有人以为说把清扫过以后，那就结束了，没有哦。那个整个的重建工作是整个文化哈的整个
心灵的整个那个疗愈啊，甚至于说整个部落整个连结啊，甚至于说啊，我们这个部落怎么重建我们的主体性啊，我们年龄阶层在这个当中我们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哦，这个都是要考虑到在里面的哈。我们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不论这个条例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最大的遗憾就是排除部落的意愿，好，就是最基本的都依法行事，就是原住民族基本法啊，要依部落的意愿。其实要用原住民基本法作为前提。对，而且现在这些重建条例，它都没有依据基本法哦。他就直接就是依据所谓的这些所谓的灾害防治法的部分，哈，它的魔法，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是原民会要使力的部分。这原民会应该来开会啊。这个原民会应该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包括我们的立法委员也应该在这里说，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法律的依据，为什么就独独忽略了原住民族基本法？啊，这个是我们觉得需要讨论的。我刚才想到了，咱保留地要安怎？啊，以后若袂当种植，你佫叫我你要安怎补偿我？还是讲我日后要安怎升级？是，对啊。这原住民基本法咪真重要。对啊，就是一定要进来，因为是关涉到原住民族的基本的权利，特别是土地权利还有文化权利的这个部分。哦，这小等咱就来讲哈，但是线顶咱王老师哈，王老师我要先甲你请教哈，王老师有表达一寡意见哈。我先讲给大家听，伊讲吼，瓦达岸的这个帮山哦，虽然是这村呢小部分，但是村落的所在，嘛有可能造成小规模吼去刷水的，就是水流。那对于河床底内面的工作啊，都咧挖啊，都咧清淤啊，也有可能危险呢。啊，刷来啊，佫有讲哦，伊讲这整个瓦达岸溪吼，后顶游、后下游、中游哦，这整治。这要安怎来创？才袂讲一边施工的人危险，啊，部落的人嘛袂危险。老师，你请讲。这分几个部分吼，第一个就是这个帮山湖顶悬的帮山，即马个偌济量要流落来，唔知影哦。那这咱是爱调查哦，确定这件代志。因为即马想要起一个较大的堤防，啊，这个堤防你若讲要讲200年的设计话讲。啊，你若200年设计是基即摆的这个溪床的悬度啊，啊，若万不一，这个溪床悬度佫愈来愈悬，那你的设计就200年就剩100年，啊变50年，安尼就无够。啊，以后若要安处理，因为你即摆这个部分若要施工的时阵，顶悬啊帮山落来，水佫流落来，你的溪床咧做工课，这人会去流去，啊，这警告你嘛爱互因。啊，第二就是讲，你的这个设计200年的堤防遮尔悬的所在。你要安怎保持伊的设计200年？你得变做讲你逐当来做清水的动作。啊，这个水利署伊咧做这清水的动作内底，伊会当做偌济？因为一般来讲吼，一个所在的水利署的北方的这个水啊，伊会当排出来的这个清淤的土方量，那是固定的啊。所以你无可能讲保持200年，这个或100年的这个堤防的悬度啊。哦，所以这个沙你清袂出来。另外一件就是讲，你沙你清出来了，你要清去底，到所在藏。你即摆要设计这个重建，啊重建的时阵要藏咧底，部落藏咧底了，你这个沙挖出来，到所在藏。因为来到这个光复这个所在的时阵，伊的水是弯的，照你讲本来就土拢会流入遮啊，所以你土流入遮的时阵，你工程设计上来讲，你若要用科长科这个话，应该是自然来讲较上介好。因为即摆开遮侪钱落去吼，这个效果会当挡偌久，这是一个重点。你若开800亿落，啊，这800亿的效果，若至于讲在10档内、5档内，伊效果存有限了，啊，即摆这个投资敢会下，还是来喏吼？那这个就是应该考虑吼。以上是老师，那么在你的这专业观点来看，第一，要先入去到这个现场来观察，讲顶头这个源头是毋是立即马上有危险，啊，再来计划讲，啊，这要做200档，还是先暂时处理，啊，互因这2档会当绝对无危险了，再慢慢来观察。像头仔陈老师所讲，你着爱先记录，啊，先科学性的调查，才有通来做这项代志。对，无毋对，顶悬的帮山的量有偌济，啊，佫有一寡还未帮山落来，
哦，以921来讲哦，啊，这个921的房山，几啊档较开了，啊，今年的这个旧年的这个花莲地档的这个房山，今年较晚较走出来，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量偌久的时间，这个山会走到下骹来，即摆是一个房山湖，所以一节啊走落来啊。但是这个量呢是慢慢来走落来，这慢慢来走落来时间可能要几啊档的时间，啊，伊几啊档了后，会当到马太安部落这个所在时，那你即摆即个甲设计落，你的这个提防换关度就可能无够吼，以上。是，王老师，你睇到吼，你的意见吼，先互阮看到啊吼，就是讲200多亿的这改善方案内面吼，除了工程的治理，虽然是你是土木界出身的吼，但是你有特别看到讲自我防灾的意识，这是上重要的代志。这个自我防灾吼，你会当用这一寡生活的例，互咱部落的人会当理解。啊，一般咱毋是住伫部落的人。嘛是啊，生活当中嘛是会当应用到，你会当讲一下说明袂 ？OK， 哦好，啊，这点我伫个陈老师陈教授进行的是迄个关公面前耍大刀，别，大家拢照讲嘿。自我因为即马即个时阵吼，因为马太安的即个少年人，伊即马团结意识极强的，所以即个时阵是真好用的时间吼，因为帮助因了解灾害预防，预防了后，咱会当做编组。你若变做，伊知影对家有危险啊，所以这代上较遗憾的，就是这侪老人，伊个坐咧一楼的时间，伊无法度走。啊，所以咱这安排的时阵，爱做一个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内底包括就是讲，咱对家饮水饮着，饮土饮着，土水又饮着。啊，饮着深度偌悬，咱都会用迄个电脑去算出来。啊，算出来了后，我就知影这几户内底有偌济人住咧遮。啊，这老人伊若无法度无材料家己走，咱要安排人去互伊把伊送走，啊，要送去对。啊，所以这个是因这个少年人，即摆拄好因这个这时间最团结的时阵啊，因即摆大家拢想讲，我要复兴啊，所以这个代志啊，如果若成功的话，以后工程是归工程，因为工程最后嘛可能会是因为超过迄个期限嘛，你个设计100年的，结果来一个风台200年的落雨，你无法度啊，你所以一定爱家己处理啊。所以即摆这个社区的这个少年，伊一个组织了后，那咱家己救家己啊，哦，这个袂当讲啊，像即道安尼，咱这个时阵。有一寡老人，伊无法度走，伊伫一楼的时阵去引起安尼吼，咱以后这代志了避免出来。啊，这个代志就是较早迄个陈亮全老师，伊较早921了后做的一个防灾社区主要的精神，就是讲社区要救家己，袂当讲等到迄个县政府啊、镇公所一旦因来的时阵，咱就无一定会付。啊，咱救家己上个是重要的部分，安尼以上。是啊，王老师，你简单一讲讲吼，在线顶吼，我就请这领路内面的这咱个甲巴。吼，那少年人来讲看卖吼。老师他有讲吼，咱少年人即马，因为我知影真侪人其实拢伫都市咧食头路啊。你感觉转来这个意愿也好，啊，大家斗3工，一阵仔伊可能会转去哦。你认为即摆有可能因为中建，互一寡少年人意识讲，啊，转来故乡也是上好。啊，趁即摆的机会，你认为在中建条例内面是毋是有这种可能性？我是觉得哈，那目前其实部落族人其实是有一些是青年返乡创业的，那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把他们也继续留下来在部落。那有一些是在部落外面哈旅外的，那他们现在也有希望说哦，家里只有老人家，那他们也想要回来说，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的话。哦，创造一些就业机会的话，那当然他们也是很愿意哦回来部落这里，一边照顾老人家啦，一边可以有那个就业，有经济的收入啦。那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我希望说未来是不是因为目前部落这边是有一些像是短期的短期就业的部分是有提供，但是这有的只有到年底而已啊。好，2个月的时间，那这样其实是不太足够的。那如果未来是说能够有一些，譬如说部落重建啊，部落的传统工艺的这些保存延续文化的部分，能够提供一些工作的机会出来，那其实也有可以让一些部落的年轻人，他有意愿的，那他就可以先让一些人留在部落里面。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像提到说部落的商家因为这一次那个光复乡的市区这边也受到很大的灾害，有的商家呢他可能因为损失的很大，然后他没有办法重新再
那个开业，是那这样也会导致说我们的一方面生活机能受损啊，有些东西它不卖了，那有的是就是工作机会没了，那这样其实也会导致光复乡的就是青壮年人口的流失。那我觉得这些部分啊，它其实蛮需要，不管是经济部也好，或者是地方政府的协助跟帮忙，让这个生活机能部落的就是这个街上的商家能够尽量能够复原的，尽量让它复原这样子。是。因为我知影你有载一寡相片啊资料吼，你有摕这相片甲咱解说讲你想要表达的代志。好，这个第一张照片吼，这个是那个就是从部落往那个正旺砂石场啊，就是那时候就是水淹进来的那个地方哈。后面那个就是高2个黄色桶子是正旺砂石场的那个水泥预拌的啊。这边这个是那个部落的居民的这个房子啊，我们有时候自己会互相开玩笑哦。现在大家讲说家徒四壁啊，家徒四壁，有人说你4壁哦，我剩3壁啊，有的人剩2壁啊，有人说哇4壁拢无啊，剩一个厝尾顶尔啦，这嘛是啦大家一个布棚砸了惊，因为即马就侪啥物，就侪贼啦。会偷物件啊！有的因为现在灾民有的有补助款嘛，邮局嘛无啊嘛，变成有钱无所在藏嘛，藏在身躯边，砸咧身躯边，还是藏伫厝内安尼啦，都查啦，都即马足济啊！这都是我讲的啊门窗拢无啊，系啊，这是佛祖街重灾区。这重灾区，你看看水线差不多3米啊。就应该2楼去啊。嘿，对。边迄个土，加白管，这都是农田，咱的田拢无啊。这袂做啊啦。袂做去啊。即马咱的长辈就是讲，那个农委会说我给你那个。那个叫做什么？休耕补助啊，补助你1年，1年了后咧，如果我要重新耕作，或者是我要改种其他的作物，工具那一些我是不是要重新买？那我这些哪够我的这些损失？而且有些人他可能为了耕种已经。就是下了成本啊，他贷款还要继续缴啊，你又要他再开一笔下去，这东西问题呢。对啊，如果大家弃农的话，是不是对整个部落的产业的影响又更大？这人无得靠伊个走去都市咯。对啊，这样人口的流失是不是又造成说部落的这个运作维持会面临更多的困境呢？那这一张是这个部落的这个文件站呐，伊嘛是雨水啊来冲到都那个没有办法，对。那现在我们老人家也是很克难，就是有个屋顶的地方，然后大家就是在那边继续聚会，因为这个其实文件站对部落来讲尤其是长辈，这是一个很大的心理。你用解说，什么叫做文件站？文化健康站啊，像人家讲那个老人日托站一样，就是跟他长照啊，长照啦。对日常他们就是会在那边聚会啊，中午一起吃饭。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部落的社会的支持的系统他们自己的心里面的一些苦可以相互来讨论，相互来说这样子，那去减轻他们的这个那个心中的无助啦。因为像他们的菜园也都没了对啊，那这菜园其实就是老人家最好的心灵疗愈的一个方式，他去种他的菜，煮自己的菜这样子。我迄阵会晓学就马达曼、农妈妈、国达曼啊。对。卡拉你啊，这就是中建站对。文件站。那这个对，像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重灾区里面的房子，也是淹到1层楼高。所以即马假使讲，其实这个土刷拢清了，嘛是无在条然后大。对啊。所以咱伫咧讲就是那个中继安置啊，中继安置这个部分，那个你要先让大家有一个安全的居所，
然后大家再来好好思考、好好讨论，说未来该怎么办嘛。你不能说啊，因为你现在房子这样了，所以我就直接特定区哦。虽然这个条已经划掉了，哎，对你直接说啊，我就是你只有一个选项说是永久屋，那这是太失去其他的可能性的讨论呐。对啊，不你来看戏啦吼。对，是。安尼我来请教吼，陈老师吼，陈老师，因为中间的这个经验哦，你上足。在这在地要安怎尊重？有人讲啊，你规矩吼，像中国安尼，把压落去，啊，我安怎对啊？你规个拢牵去，啊，规个好好，安尼当然你头先安全，但是咱就知影讲真济，伊本来的文化、生活、社会、集体的这个心态，煞拢规个人破坏去吼。但是我看到即摆这个中建条例内面，拢无写这啦，伊嘛无法度无在条写着这啊。你认为应该有阁有啥物机制，通好来完成咱理想当中的部落的中建？我是安尼想啦吼，毋是干那靠这个条例就有法度做这啦，应该要有一个整体中建的计划。委员会计划，比如讲，就是伊嘛有一个，迄阵啊嘛有一个叫做重建工作纲领。啊，伊内底就是讲要安怎用社区做中心，大家来想看要安怎。中建，伫迄内底要安怎来操作？啊，政府会当做的，民间会当做的，社区会当做是啥物代志？爱有一个整体的，毋是干那讲靠这个条例就要做这。我惊就是安尼。嘿，即摆拢想讲啊，我有条例，啊，都有预算，我都会当做代志。迄实在是伤过简化去啦。啊，即摆头拄郭老师你讲中纪屋啦，吼，当中中介哦。这个阶段实在是毋敢若大尔啦，迄个阶段是伫迄内底，大家会当来讨论以后咱要安怎做咱这个所在的一遍的重新来活起来。头拄你讲少年人要转来无？都是爱讨论讲要安怎互少年人转来的机制。产业也是有啥物办法会当互因伫外口的人愿意转？伊转来嘛爱食饭啊，伊袂使无。食饭敢若转来一个靠一个热心2个月就转去啊嘛，啊嘛爱想讲啊，这个人这田拢已经无去啊，啊要安怎互这田伫遮要搁顶种，啊是要安怎改良，啊是要搁来对提供因会当做。咱伫8八水灾以后的迄个永久屋就是出问题出去啊。迄阵大家考起一间厝，互因住，哦，感觉足好心的。头拄你讲啊，咱善意嘛，好心最歹代。但是伊无甲想到伊要安怎生活，啊，伊所以甲即摆足济，迄落永久屋是放空厝呢，做啥做热天人的避难屋啦。普通是拢对因山顶。有咧，本身就讲啊，这我别种咧。啊，即嘛风台要到来做避难屋安尼，啊，所以这就是无真好的中建。所以中建应该头拄我咧讲，毋是干那硬体中建，你的软体。包括这个文化，包括这个要安怎生活，爱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计划，安尼才有法度去做一个较完整的中建。啊，以上吼，即摆吼，光复乡的市区嘛受损啊，真济这个店家拢是人细厝的呢，拢是共细厝的哦。是，啊，拢无其他，啊，有可能厝头就讲啊，我就不多啊，啊，我就甲你改用啊。是，这其实是连带拢发生这个问题。这个我有看过中介条例，里面嘛无写这条呢。啊，这是什么人要来维持？什么人要来？因为这甲伊生活机能拢有关系呢。在你会当举这个例来讲，中间就爱搁看到什么物件？是，我先从刚才古老师有提到的哈，就是我在我自己的家乡，我会在光复哈，就是有原民会的代表就来询问，就是你家需不需要做损害评估？好。啊，有的结构在这次水灾里面，其实已经不宜再居住了。我就说我们不需要，我觉得我爸爸盖的还蛮稳固的哈。但我就想到说，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有的就是不宜居住，就是一些红色警戒了。哦，红色警戒的部分，跟还有黄色的，需要可能需要再加强的部分哈。所以中继屋是有它的必要，但是对那些他的房子已经
已经不堪居住的情况，因为我们花莲地震很多嘛哈，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也要考虑到说，还是要考虑到那个当地的那个屋主他的意愿哈，就是说先暂住中居，但是他将来也许原来的地方不能居住，可能就需要爱个搬耍。也许就要看在地人哈他的意愿是什么哈，那所以这个我想应该也有他的某部分的比例。某部分的比例，这个都要兼顾到哈。那另外就在街上，因为我从小就在街上长大哈，就诚如那个我们主持人所说的，其实很多都是在那边做生意的，那其实都可以维持一般的基本的生活所需哦，儿女教育生活各方面都可以做。但是这次的整个水灾造成它基本的整个。维生的，还有他的整个做生意的那些机具那些设备，大概一夜就毁掉了哈。而且现在政府所给予的那样子的赔偿金，其实是不符合他们可以再重建的部分，所以就有人在提出说，是不是能够提出有另外一种的，而不是那种那个齐头式的。那个补助，通通都5万啊嘞！哎呀，对，或者都是35万这样，就是说有些可能伤害比较大的，有没有可能在重建的这个部分会有一些因地制宜的部分来去做解决哈？那因为我觉得说，因为其实我们部落跟街上的部分，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逐渐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活机能的一个生活圈了哈。互相依靠，互相依靠。那所以如果有这么多的商家或者在街上的商家，他们是因为租屋的原因而搬走，其实对一个城镇的发展，或是对一个部落发展是不健康的。而这个部分就是刚才我们国家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在地就业的机制、产业发展的机制，我们当然光复乡主要是以农业来发展，还有少部分呢就是有一些店面商家等等这些观光业也没有那么发达了在光复这个地方，那这个就是这个机制可能就需要说我们的部落或是我们街上的社区我们陈老师是社区运动的专家他很了解这个部分，还跟政府之间的那个资源的。经费的挹注，特别是我们的整个重建计划的纲领应该要纳入不同层面的人来参与就是它的细项、部落性的或是街上可能一般住家的一般还有一些商家的怎么样有提出不同的那个整个重建的那个 know how 出来这是我目前现阶段。这听起来不是地方政府，咱都要中央来起落去，来分配资源好好来想呢是，可能就也是需要有一些团队了就是有一些对在地、对社区发展、对部落发展的团队能够尊重在地民众的意愿，然后呢看看需要时间。像这一次我们整个重建条例的整个公听会就那一次一拜，因为那个公听会应该这个知识体大应该是更多的要广纳民意，特别是社区的，还有就部落的主体的意愿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是不用急因为一厢情愿的那种的慈善的那个什么行动，其实有的时候是一种侵略性的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对，所以我觉得时间可以拉长。因为现在立法院正在就是在修法党团协商，但我们不晓得最后他们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说，是不是当然脚步慢一点老家开嘴讲这项代志应该要有这个中间公领，是大家来过来开会来斟酌，一切以这公领为主。对啊，因为光复乡不止就是有阿美族部落，也有我们客家，也有马汉人嘛，对，有不同的那个社区的整个文化，所以这个部分，因为它背后有就宫庙的文化，其实他们有形成自己的共同体。你不但只是对真的部落街上的那些共同体，你如果用这样子的一个法律来框架住的话，来限制住的话，可能对那些平地汉人的文化，其实他们发展也是非常的负面的。我讲白啦，这摆这个中间有当是变做干那咧选举
吼，我就找选举的时阵偷人，恁是意见领袖嘛，吼，恁就来处理，我甲你发包，吼，你甲我代志创好，安尼莫有声音，安尼我目睭安尼就会过啊，吼，我上惊是安尼。是啊。尤其吼，这土木的工程吼，迄真正真麻烦。所以要请教这个王老师吼，王老师甲你请教吼，因少年人有提出，我这马达案溪吼，其实是落长，后起甲枫林哦。这咧起的时阵吼，如果我若顶油无创，还是顶油咧创的时阵，创好了水冲去下游，下游嘛会着这啊。这个物件吼，是要安怎一个过程，互大家了解？因为起这个爆发，毋是讲今仔困一场马仔拢起好呢。这是要安怎用？老师？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吼，因为这个嘛，这个对山顶来的山，山一直流到这个马太岸流到枫林。伊这个路林吼，一般来讲，咱是西平的台湾西平的话，西平的话吼，是流去到海里就直接走去啊。但是伫个马太岸这的话呢，伊是走到这了90度转弯。因为90度转弯吼，所以会造成这个山来到这会停落来，伊速度会慢落来。慢落来了呢，伊会慢慢往对顶悬上游搁接起去。所以这个设计上来讲呢，这个堤防伊袂当完全用水来考虑，因为上游来的山慢慢会走入来，所以这个设计来讲吼，是最困难的。另外就是讲，拄则我有讲过吼，这堤防准讲你即摆用即摆的条件设计了。内底的山若搁走起来，搁接起来，接起来这个山，你是不是要甲爬走，爬到原地你设计的悬度？那按照咱即摆每一档的这个山，用这个用沙石车甲载去，沙石车一台车差不多载10方尔。你若假使讲有10万方的话，你来1万台沙石车，其实是超过这多啊，即摆是超过这多，是无啥可能啊，因为这个情况来讲，你若用沙石车甲载，你可能要载几若100担才能载了啊！上简单的方式是要互伊自然的走去安尼啦。自然走去，即摆条件是光雨遮无法做载掉，互伊走去，因为会往北嘛，伊会90度转弯往北去。那工程上来讲，这是无啥可能会当处理的啦，就是讲慢慢互伊有水，互流去安尼。但是历史上来讲，这个所在就是本来就是安尼，光复这个所在就是安尼，会走出来，然后遗留出来。那较早的工程，袂当讲较早的工程无够技术无够好，即摆工程技术较好，咱会当克服。其实咱即摆想讲人定胜天，这个想法应该爱先爱放一边啊吼。你爱想啥物办法会当互伊自然互伊刷走去安尼，你当容许的所在的范围内底去做这个设计啦吼，这是应该即摆考虑的部分啦。那有一部分的人是想讲，无我弄一个墓坑，对于这个光复才拍一个墓坑过山，然后直接走去海里，这嘛是一个想法啦。毋是要讲袂使，毋过是讲这个开的钱，照你讲来讲，即摆800亿的话，你开几十亿用一个墓坑甲刷互伊走去，安尼嘛是一个方法安尼啦。但是这个毋是讲安尼真正上一个想法就好啊，咱来详细从迄个想法咯，爱思考，爱想较详细，安尼才决定做件代志安尼。是。王老师吼，这个你先听这个陈老师的意见小咱再请你来回复吼。来，陈老师，我是感觉中建吼，毋是敢若靠工程啦。咱以前不管是防灾还是中建，拢想讲是硬体。我用工程，头拄迄个王老师你讲人定胜天啦。但是咱即摆若要中建，应该搁较规全盘的考虑啦。你有空间的规划的方式。你有商业的中建，你有这头拄你讲人的文化，即摆原住民伊的叫做因的传统智慧，因伫遐住遐久，有伊的智慧啊。所以咱即摆的中建应该甲这几个拢爱纳入，安尼是就毋是干那靠头拄你讲，我爱开几啊百亿，要叫90台正棚，所以二山主分红灯。所以
中建应该是。我头下戆戆，佮想讲啊，规矩互改道安尼，敢会使？无啦，你开遐济钱吼，干脆拢分互因，这人1000万因就好啊。这嘛是有影呢。所以咱即摆做足济的规划，毋是敢若一个部门家己去规划，应该爱规盘的考量。啊，这就是咱头拄仔你讲，爱有一个整体的中建的计划啦。吼，尤其因到底遐住遐久，那伊嘛知影讲，少华泰安遐袂淹水啊。啊，偏偏恁遮个拢要住到下骹，要过互淹水啊。哦，这迄个叫做高风险的所在，是毋是要搁用？咱来考虑哦。啊，但是因当初时会去选遐，可能是较好讨食，较好种植啊。啊对啊，所以因着啊，我应该啊一个原住民的耆老甲我讲，讲恁汉人拢是办大啦，拢出水方便。对。哦，这就是安尼哦。但是我要先请这个王老师吼，王老师，若是工程的手段会当解决的，迄就是上简单，但是有可能真，老师也讲啊，这人定胜天这项代志，其实即摆已经袂实行，也无效啊吼。但是这个结果性要安怎来讨论？我真惊到上后尾吼，规盘鱼啊转头，啊一喙一尻川，啊10喙9尻川啊讲袂煞，啊袂春车，结果才真正是看死，真看死啊！老师，你安怎提出恁的意见？讲这个结果要安怎来做成？我的感觉是安尼吼，即马咱要通过这个600亿加250亿，啊，搁加一个200亿，总共1050亿。咱就是讲马太安才1万人，你分互伊，敢一个人就1050万啊。啊，咱咧做这物件，这工课，啊，真正一个人1050万，安尼敢有价值？拄则其实陈老师讲的真有道理吼，就是讲较早带这个人智慧来讲，是毋是讲爱全部来做改善？啊，若照你讲来讲，有的所在吼，应该做互伊引起的所在，就是讲咱这个工序啊，要做开，虽然是讲是以100年来考虑，你嘛要想一寡所在互引起。引起这个所在，就是讲，咱这种碰气的所在，唔通讲想要做开这侪钱来去整理的。那开钱整理的所在，咱应该重点放伫这个保护桥，这个桥以后新的桥是真重要的。啊，就南北你要走的，南北二路要走的时，这个桥真重要。这个桥保护了后，再来就是咱人口以后咱要做这个人口的密集区的所在，你要做重点的保护。安尼咱自开了意义啊，所以讲倒来讲，就是讲即马即个600亿还是250亿，即个设计是毋是已经了解了咱当地应该需求，还是要安怎设计了，较来提出即个画出来即个600亿还是250亿？而我的看法内底，即个钱是，因为我毋知影内底详细内容啦吼，即马即个钱藏起来，足多啊，是足多的吼。那但是开嘛足紧的，但是伊效果到底是安怎？效果到底是安怎？应该是要好好来思考这个问题。伊效果是当1当2当，还是50当？咱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啊，为着咱当地民众伊的需求，敢有符合你的需求？因为你开600亿到890亿咧，伊嘛袂感觉你，嘛无讲介好。安尼是要安怎办？你开钱开落啊，遮侪钱都开落啊，啊，当地民众嘛无满意。啊，即摆无人满意，啊，结果无一个人来满意，但是。钱已经开落啊，咱要办安尼吼，以上。是啊，感谢王老师吼。啊，我吼古早话来讲，用钱是主啦。哈，互这两主吼来好啊讲者，这600亿还是200亿内面，敢有内面有写讲这边安怎用？到单位至你那个啥无？拢无，哦，拢无嘛。那我们这边讲的哈，就是说，就是一个很重要哈，条例里面他有提到说哦，跟原居住者有建立共识啦哈啊，像那个郑天才的版本里面提到说这个諮商同意啦哈，那我觉得哈现在都已经有经过前面这么多的灾难的经验哈，我们应该现在是要跟部落族人哈，跟这些灾民要有知情同意啊，我不要被諮商被告知而已，你要跟我来讨论，我们一起来规划，我要知情，我们资讯要对等，你不要给我不平等的资讯，让我做出不好的决定嘛，对我有害的决定嘛，所以这个知情同意应该是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在面对灾难重建最需要的一个东西啊。那
前面提到说，就是諮商同意里面有部落会议，部落会议里面应该在做这个决议之前，也要有这个所谓的会前会，大家要很多次的讨论，最后才来做决定。开会我们叫好论，才有效果啊！若无你开会拢是咧冤家尔，无一个结果啦。啊，最后都是讲啊，像那个说明会一样啊，有个议员在脸书上面写说啊，这只是走个过程啊，你们去抗议的人拢是一个空的啦，拢是公交啊啦。有议员啊，你写伫个面册顶悬啊。你看的敢袂生气？我灾民你安尼讲话啊，无互我尊重嘛，对无？啊，所以讲吼，咱做这个重建爱考虑人啦，吼，就是人的问题要考虑进去。就刚刚一直讲的，不是只有硬体的工程，人的这个面向要考虑进去啊，不然下一次受害的就是下一个地方啦。好像现在讲说做堤防，那你上游做了，中下游的人怎么办嘛？对不对？要有整体的考虑，大家一起来讨论，我这个部落需要的是什么？哪个地方是危险的？大家都有这个知识嘛？那你要来跟部落做讨论，大家一起来，那不然这边怎么做，那边怎么规划，有一个整体性的考量啦。我觉得是要有这样子，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说，花莲县政府到现在那个灾民到底每个人受灾的情况如何？地方政府完全没有做了啊！用这种齐头式的补助，然后按每个单位来说我要给大家一些那个慰问金呐。灾民现在就每天在排队啦，电锅也排队，家电还要抽签呐。然后呢，家电在抽啊？因为太多人要捐东西，可是你没有名册。没有受灾户的名册，到底谁是重灾，谁是轻灾，谁是生活受影响的那个分级，你都没有做出来。这个本来就是你地方政府应该做的调查嘛。小等下，市馆长，我讲三届，市馆长甲部委员，先慢请去拜佛，去请什么？这灾民伫遮，这给家电啊，来抽考啊？系啊。清册也无，无啊，那个清册都只有是户籍的啦，资料啦，对，只有户籍资料。这项有带伫遮，无带伫遮拢唔知，拢唔知，所以讲家有那个房东跟房客的争端才会出现，都是安尼嘛。真正是这段是厝骹，嘿，厝头无带伫遮，这厝头摕领去，嘿，对啊，所以讲都是安尼啊，灾民大家拢咧讲，大家咧排队啊。系啊，就无尊严的啊，就无尊严，敢若咱是难民安尼啦，去甲人乞讨安尼啦，系啊，哇，这其实是上基本的问题以上。是啊，我所接触到的就是类似啊，比如说要抽签其实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资讯的落差啦，资讯的落差，譬如说今天譬如说县政府他要提供什么物资。譬如说在今天的昨天的新闻就是说还有2000台的冰箱，或是1000台的冰箱来，但是实际住户这个是要全光复乡呢，还是就是那实际受灾的也没有做一些界定，这是很麻烦。然后呢，有些电子锅就是来的时候也是大家大排长龙，结果呢大排长龙有的就是没有领到就是类似这种状况，就是说从这个莫拉克。或者其他的整个风灾，知道大家都没有累积经验，各县市政府其实对于整个的整个防治或者重建的，其实应该有一个机制才对就比如说这个莫拉克之后，其实应该会有很多的经验累积，但是我不晓得陈老师的经验是什么，各县市政府就把它当成耳边风，就是碰运气，说大概没丢掉啊，没丢掉啊，这是光复花莲就是遇到这个状况，所以。就是没有预备，就我觉得那个什么那个防灾意识非常的弱，那包括公部门，其实应该公部门要发起，要负责最大的责任，就是没有那个防灾意识，而且都觉得说，我看贵将军就还搁等去啊，陈老师，无你等一个到帮站啊，陈老师，你看安怎？我想头拄仔你讲无毋对，咱过去92也是
888水灾了，弄一个重建委员会嘛。但是伫咱遐规遐供电讲了，因就解散去，所以遐经验拢无，所以即马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即个浦东市都要去受中建的代志，就是爱甲遐经验留落来。你浦东市都要去做准备，万一发生灾害时要安怎做中建？中建咪发生灾害，甲做中建，即款的想法已经落伍啊。所以头拄你讲无毋对，咱无论是伫92，头拄我你讲用社区做中心的中建，也是888水灾拄着即马足侪问题，就是迄叫做永久屋的政策的问题。遐到底是啥？咱无真好的一个累积，所以咱对大的来讲，就是咱的组织、咱的法规爱改；对细来讲，都是免啊好，大家会当参与，大家来讨论。那是18个225个，安尼。迄毋是钱的问题啦，是中间的 process 吼。我老上后要互少年人讲者，你上大的5万，对这立法委员还是对县政府，互你讲话。好好做代志啊吼！你基本的代志爱做啊好，啊后壁个方法来讲后壁咱要安怎嘛？你基本的代志拢做无好，你讲你有600个、1000个，你嘛做袂好啦。哇，连个电锅都要排队啊！你讲的啊。